大家好，有位朋友問我可唔可以做一次深入咁樣探識王維山居秋暝嘅佛家思想。於是乎，我花咗2小時將呢一條題目咧做咗一個整理。咁希望今日嘅分析同埋一個作答嘅事例，可以幫助嚟緊4月2號考 DSE 中文嘅所有朋友仔啦。如果係考山居秋暝嘅話，我認為考呢個佛家思想呢係走唔甩噶啦，再唔係呢，就考呢個最後嗰2句嘅嗰個反點啦。最後嗰1句嘅反點。咁如果考佛家思想嘅話，我哋細心去睇呢首詩，其實幾乎每一句都係有一啲嘅元素同呢個佛家思想有關嘅。呢一條嘅模擬題目係王維如何透過自然景物書述佢嘅情志，是綜合全詩內容加以說明。咁我哋去睇嘅時候就係話自然景物，我就分開2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清泉明月，咁就象徵清廉啦、光明、正大、正直。然後有一個石頭，石頭放喺呢個位就係想象徵堅定。咁王維喺官場上面堅定不移，不同流合污。而佢想輸述嘅情志就係厭惡官場嘅爾虞我詐啦，放下執着，尤其是官場嘅名利權，甚至乎佢係想放下一啲所謂嘅高尚品德添，最後做到無欲無求。咁關於自然景物嘅第二方面啦，就係竹松。咁呢啲都係可以象徵氣節啦、做人嘅原則啦、正直啦等等。大家要留意，王維喺呢個官場上面不同流合污，不慕榮華富貴，正正就係佢為人有原則、為人正直一種氣節嘅表現。喺詩裏面有一個蓮動下漁舟，蓮葉嘅搖動，同我哋嘅心動又可唔可以對應到呢？面對榮華富貴、名利權，其實好多人都會心動。咁蓮咧，作為佛家嘅象徵物，蓮正正話俾我聽，蓮動下漁舟，緊接住嘅係一個下，下又會唔會係一個放下呢？放下咁去邊啊？喺前面嗰一句話俾我哋聽，浣女歸就係歸家，歸家會唔會係同歸隱都有關係呢？咁去到最後，空山呢個概念，正正係由一個外在嘅環境空曠，去到心境空寂空無嘅一種內在心境嘅一個解釋。仲有最後一句，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呢度2句啦。春芳歇咧，嗰度講到春天嘅花朵，其實係美好嘅喎，但美好嘅嘢往往係短暫嘅，所以咧係會有個凋謝枯萎。咁同官場塵世俗世嗰種嘅美好、榮華富貴等等，其實又何嘗唔係同出一轍呢？於我哋嚟講，都係過眼雲煙。好啦，咁最後其實佢想輸述嘅情志係咩呢？當然就係王維喜愛山林生活嘅寧靜無憂，向往呢個歸隱，希望做到心無他念，一個空無嘅境界。咁如果我可以寫作答事例嘅時候，我係會咁樣做嘅。王維透過自然景物嘅特徵嚟寄託自身對歸隱山林嘅追求，佢以皎潔嘅月亮同埋清澈嘅泉水嚟表達自己喺黑暗官場生涯中仍然做到獨善其身、堅守清廉正直嘅為官之道，不同流合污。而且詩人更以竹樹同埋松樹來象徵自身追求做一位有氣節同埋正直嘅官員，用石頭去寄託堅定嘅態度。面對住官場嘅榮華富貴、名利權嘅誘惑，其實人呢係好容易心動而失去做人嘅原則。唯獨王維能夠做到潔身自愛，以年嚟去象徵自己願意放下對世俗名利色相等貪欲同埋執念。
漁夫撐船順流而下，正正都呼應緊前面嗰一句洗完衣服歸家嘅婦女，好巧妙含蓄咁樣去書述詩人喜愛山林、向往歸隱嘅情致。王維對山林環境嗰一份嘅寧靜，嗰種喜愛，正正係來自心境嘅一片澄明。佢願意放下執着，心無他念嘅一個空無境界。其實呢一度講到已經進入咗呢個境界噶，而且最後末句嘅春天花朵凋謝，正正係詩人看破世情嘅最佳表述啦。美好嘅事物咧都係短暫嘅，就像官場嘅榮華富貴都係過眼雲煙。咁呢一度我放咗一個佛家思想嘅概念入嚟，就係緣起緣滅啊，總有佢終結嘅一日。人生都係一場嘅緣起性空，所有嘅榮華富貴都係短暫，係暫時嘅。咁詩人就從呢個世間萬物嘅無常，領悟到咧，做人應該係無我之執嘅，從而達到內心真正嘅澄明空寂。可能你會覺得我呢個作答事例好長，好難做到。其實我寫呢個作答事例嘅目的係希望幫你去梳理翻成首詩有關於佛家思想嘅所有脈絡、所有嘅線索。咁我都唔係奢求你可以寫晒所有嘅嘢出嚟，但至少你今日喺度溫習嘅時候，如果領略到其中嘅一二，都希望到時幫助到。如果係考山居秋暝，問到佛家思想，問到佢點樣去輸出佢嘅情懷，問到佢點樣去詮釋嗰個空或者靜，都希望同學可以將佢能到佛家思想呢個比較高階嘅層次。好啦，今日嘅分享到此結束。後日4月2號，大家加油啊！再見，拜拜。